以前从台北做世界哈吼，爸爸妈妈其实希望来礼拜六、礼拜日做转来听书啊。不过因为公司吼，那动接我现在要加班，实在就没办法转来听书。所以他爸我堂都跟他讲，礼拜六、礼拜日真的动开啊，吼，周末嘛来。转来教育后面吼，就是讲我才有转来听书啦，吼，做人子女吼，安尼应该做要做到一点。我当初会回家，是因为我的父母年纪比较年迈了，他们一天体力不如一天。我以前大学休假放假的时候回家，然后就看到他们怎么白头发长得越来越多，然后腰已经越来越弯不下去。不知道是我们长大太快，还是他们老得太快了。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最快乐的时候，因为我可以同时孝顺我的父母，那还可以让家里有一个支撑，让父母可以依靠我。春意水讲人言，强则调重现。春分过去，强命多，红梅爱哭，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泪风思念。时歌清甜，梦里梦。太初本年苦渐渐，日久处处添归雁，年年应团圆。日冬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各位下晝好，面些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明珠。怪事老鳳座，韓國舞嘅供養係公館嘅特別嘅特色咯。韓國兩位咪做得種出當詞女嘅雙日夜，今日就聽你嗌跳下來理解數一下雙日夜韓國怪事嘅魅力，讓我哋來品嘗彩體嘅小內人情故事。來臨。公館。除咗係全台灣唯一嘅鳳座生產專區，當好嘅天時老水質，一路以來咪係公館舞嘅出大名嘅主要原因。不過禮拜來到公館係為了另外一個寶，差唔多大部分人都有種嘅怪事。我想大家聽眾唔會生疏，通過兩位嘅怪事，食比其他嘅蔬菜還較醬，產量咪還較多，日日聽下來去看下。林太哥，哎，安早，我民族我哋苗栗人哦，苗栗人哈，係啊。林前面彩體客家人，種怪事有20多年呢。底下種怪事嘅面積係公館最大嘅。泰國認為怪事係康健養生嘅好食材，特別強調公館水充足，內容礦物質又豐富，又有涼涼嘅山風來調節。提供嘅怪事，請合適生長嘅環境。哇！人家一把來時節，你睇特別怪事，人種到韓太片哦。係啊，我種粉冷天嘅，就種粉冷天哦。哇！一般來看到嘅都係不卡前面種嘅一條一盤嘅。哦，亦都起來就加下用嘅就三條兩條。係啊。種係較有較專業，種較發展啲。真嘅，故說你你係公館嘅特別嘅怪事網了。你唔想話怪死我？我第一擺看到有人種按太平種按到誒，按好照顧嗎？好照顧嗎？照顧方面是安尼啦，我有那個乜嘅東西，水果、蔬菜咪中央全部一天都要時時要去乾洗佢嘅，有時唔去乾洗佢就會種生得好。阿爸，等下你顧下來看一下好冇？係啊。哇！像安樣嘅花，因為佢全部上來安樣吊出嚟咩？安樣嘅地講佢已經做得開始嚟摘來食嚟咧，也係講看嫩嘅安樣辦。看到看嫩嘅就摘起來咗啊！雙倍節咧係冇？係啊。
将人摘茶要安尼啊，种摘茶安尼哦。嘿，那安尼就清嫩清度好个。太阳神也是安尼割啦，吼。哦。气蛋糕爱一节，气蛋糕一节的就爱嫩嫩的哈，都同煮摘个差不多咩？哎，我爱来吃看了嘞。我唔摘哈，好啊。也应该有嘛个规则吧，吼，顺等来安用呗。就安尼，连安尼卡都安尼割。安用卡。这样吗？系啊系啊。我讲讲本来弄白的。唔会唔会。这样子。你刚刚跟我讲松本润的地方啊，几久会做得餐行的呀？差不多2礼拜左右的就餐过，大概跟暖顺就餐起来。是2礼拜就做得菜耶。安用说我买夹哦，对不对？吼，不是你2礼拜就会留起熟体，还冇发出肉体。我特长。其实你看佢一炸下嚟，有些就會黏體嘅，有些會軟體。伊個水分一下都乾的。當夾，佢稍微夾夾脹，然後可能會保鮮，對不對？係啊，這個等人都推也同佢裝。夾夾裝去啊！我個都推。好啊，剛才就讓叫下來聽書照咯。好啊。怪係對奶肉嘅實驗啲當強，嫩葉有特別嘅香味。因為嘅色越深就越嫩，嘅越嫩嘅話香味就越濃。怪是除了用來加添色留香，佢嘅營養價值還較豐富。頭擺單單愛上日本，還經常用啲海產料理，沙定下來帶點掙扎好嘅怪是，搶下來啲好做料理了。嗨，泰哥，你好，你好。今日啊，來到我哋島邊好做料理，看嚟就成去在呀奇奇怪事。土塔中菜地客家人現代做奶水有關嘅行業，因為唔盼得阿妹年歲已經高，決定轉到家鄉接下嘅木下嘅麵店，來分擔野外嘅辛苦。無論係對料理嘅用心，也係對食材嘅堅持，泰哥都係傳承嘅雙一體嘅精神，留初心麼？泰哥，剛剛在做一條怪事啊！第一次吹牛講嚟做嘛咧？暗牛炒怪事。暗牛炒怪事，也係你客家吹哦。係啊。好，今日烤肉嚟做，我先嚟幫聽你好冇？好啊好啊。我而家搖姜落攞嚟香港，加人自己搖嗬下邊姜，所以搖咗較多。烤一下，小塊落。甚至一半日暗肉上山了哈，過於暗肉做唔到用太多，適合我肉。謝過誒，先俾餅厲害，所以來吧也是在做意餅啊嗬。係，加水分就喺度炒嘅嗬，就較夾。就會較夾。唔過睇過，唐公你本身係做學土木工廠嘅，按講你做菜都做得暗好誒。係會咁好嘅啦，佢真係好。真嘅。你謝謝不可能買年啊，我買炒出來。所以就我就先提攞炒，慢慢的，如果有師傅冇做以後，發現講做唔到，慢慢自家做下炒喎，可能是樹啊，身體咪較多，嗰陣時攞學炒出來。咁個學做出老做土木工廠，完全係兩回事誒。係啊。呢個係技術誒，呢個係愛自家做出嘅。佢試我哋上嘢應該要見嚟。就看媽媽，都係上嘅中央。係啊，看媽媽炒出嚟，呀，那時候不用嘛，不用嘛，我知道咯，好嘅，知道自家炒嘅好食，好，發現講，媽媽你知道？媽媽看人條。剛才你係集中嚟奇奇怪事，有哪個標？好，好，繼續炒好。好，怪事。好，做個標怪事，好，怪事後有種同特殊嘅香味。怪事後，先後會咁標，啊標落去個當夾好，一下下就好。一下堅強就好，食香味都有誒，真嘅哦。怪事都去堅強落去，味都有。假係是造成嘅變化。沙
日下来，睇起家做的团坤啊，生来土太哥而用野怪时变成用嘅料理咯。呢啲到尾嘅先问大家一啲嚟提点哦。呢出料理係經典嘅客家菜，食材會用到薑絲、老粉草。講到呢味，我想你哋心肝度已經啲嘢好。好，太哥，剛下做好呢出菜啊，三點下來，你又做乜嘅咧？做炒粉炒。炒粉腸，没做过怪事哦，怪事，真的，不管粉肠、猪肠、马肠，那其实做过一道拜，可是呢，有某一拜真係自家來吃做過，一下我老唔會下味嘅，你講嚟做好冇？好啊，好。好，因為做成撈油嗬，成撈油，好緊張啊！各位咧，好。太哥，你看下佢有冇緊張冇？唔會啦，唔會啦，硬是個緊張。啊，你表一下誒，我一下問你講係佢擺咩師傅用講嘅嘛？哦，去打實際操作才知道。問潮一點，你不要啊！現在呢，觀眾朋友有可能轉過來呀，台會說講，哎呀，麻煩面用個民族幾多靚嘅。呀，我用嘅哦，比較多用嘅長褲咧。我看辣條嘅。我知道看辣條。比較多。大哥很緊張，會很好笑嗎？不會啊。我啲講你係咩忠實觀眾就啲講，節目頭前有本台因為真係有冇得充稿嘅幾啥嘢，我都媽咪。你真件係有坤啊！係啊，個化妝我就叫古典美人，有時候嘅係唔一咩？好笑嗎？不會啊。民族我買來天數。你天數？好，你看唔下嘢係嘛？我講看我習慣用泡語。哦，對啦，來，給你插花一下，好多餘啊。看好，比較多佢嘅溫床嘅片係較固體嘅吼，佢底部嘅粉嘅。照出來。有啲我炒家我照出來，有啲比較做嘅係微壓粉嘅，做得較固體都。從呢下嚟實現上家唔係咁樣嘅，就是人嘅重視落去。你講你出咗再嫁俾咩10多年，阿用媽媽退休咯。我係希望佢退休啦，不過佢唔係嚟。係啊。唔放心咩？唔放心，伊可能想講，還好重點嘅點，因為點就想也成咩一部分啊？啊，你都差唔多了吼，太香哦！怪事，來，咁樣吼，你係最杯面，最杯面，嗰一下下就，一下下就好。好嘞。老怪時同薑絲、粉腸芎下炒過後，食香味都有嘅怪時炒粉腸就好食咧。睇個講，其實漳州來家下，啲煮菜老阿妹有動態嘅模樣哦。傳統客家人習慣嚟試下，唔過睇個吃到料理天出嘅甜點時代進步，經過經溝通，啲下漳悄悄嘅幫阿妹安心。好，生下來呢就要來唱大眾歌嘅媽媽來教我做料理了。看過你節目冇？有啊。跟啲講3點下來你要來教我做了。紅棗南瓜。飯瓜。老日嘅鳳爪啊。好，今日好牛來做咧。我唔同阿葉葉。老爺爺做啊，阿做嘅煮我嗬。係。一出料理係煲湯係冇？我用整咧。我用整咧哦。一田就是白的啦。哦，一行做老幾餅糕係冇？大眾哥講啊，你講佢做了就會希望你做退休嘅結果你上海佢一道畢業。對。做最多嘅員工。我吃到會做主動幸福啊！真嘅哦，一個料理係你自家想出來嘅，也係來嘅。真嘅，古上也温湯也自肥嘅，真嘅。好，家啲係先不用工作，
个会不用咧凉皮的。你按好看的你的节目，你有没有印象？最前面是乜嘅内容，还记得吗？有人个看泡个风做的啊，有看，有看啦。你讲做嘛笑到按吉图咩？有嗰种来发生什么糗事吗？去个嘛看传凉的遐。有洗衫裤，有去摘风做的。你看得懂详细哦。有。我提讲你迄咩忠实观众就提讲，节目头前有本团，因为在摄影妹都冲过嘅啥嘢，我都骂名。陈明珠。答对了，你真係有看呢？係啊，個化妝我當叫古典美人，有時候佢很嚴咩？係我姐姐。跟你看到你節目按到好食的，你會聽到你的節目以前那有好食的嗎？沒有按有上的。真的？有按有上，聽聽蠻快是做，很重的哦。像大鐘哥不用了帶你出去了，個日哈不用地位頭。你喊唔下來吼？嘿，不用係差唔多半熟的頭。半熟的就做來，好，按樣做的嗎？改些啦，都改些，較豆就較甜。好。講休日的時間就去看看啦，係冇？能排就是又做對變出新的菜色。佢冇認真嚟答應，佢介意。列出料理唔會困難，觀眾朋友咪做得啲無卡吃就困難。老手有嘅食材同飯瓜殼落落芎下，沙丁用油脂包起來。青米不用入到農場底度去蒸，等到不用冷過後，個餅一下嘅，就做得變出好食又清涼嘅甜點咧。哇！也看到做蛋糕也條澎湃啊！食得到客家味，唔過呢又有創新到啊底度，最重要係呀怪絲啊、飯瓜啊，也條全部都係呀到味嘅公館自家產嘅。你喺度上好。你要盡量用公館菜地嘅食材啦，那做天數以下也附佢錄影家嘅種菜啊。真嘅。好，家下呢，老大鐘哥吼先來學倆出菜，怪絲炒呀嘅鴨肉。好，怪絲色不用一些些就米頭就當油嘅吼。來。哇，當炒飯呢？一個鴨肉攞得怪嘅是最重要嘅係加用薑麻蒜頭去煸香，比起上嘅咁味，而且呢食到那種味道本來上到，就做扒幾下碗飯，冇就係人家講嘅下酒菜。我聽下。唔啊，嗰時你大排就會按樣乜人下係嘛？佢家下有講到就會幾多愛從嘅時間人下，也下食到較清淡。唔過幫面做個裡頭一定要辣椒葱嘛。參與。但你炒按樣幾炒做得？做得。有炒你炒嘅米湯。看冇按鹹。唔該。好，沙丁好人呢，你食啲好冇？你係嘅係炒嘅粉蟲，嚟吃看看咯。食粉蟲就會按樣，食到底度嘅嘅粉蟲，底度嘅粉粉嘅蔬菜，香港呢，因為攞嘅嘅怪事落去，係有啲人講講。食下粉蟲話講講我尤其貼片米湯，我講嘅話其實佢最甜嘅咧。好。攞啲嘅蒜絲、薑絲，佢話落去邊，其實就像你客家人食啊，豬腸炒薑絲，佢用嘅啊做法啊，講到也嘅怪事，真然做得貼得也嘅香味啊咧。好，生下來呢，你又食放味噌嘅有嘅飯瓜，攞啲嘅鳳粥，那就先來有一塊嘅飯瓜來食哦。平平咧行針啲喎，哇！呢度嘅飯瓜呢已經整到綿綿糯糯嘅，老杯嘅皮行係斜斜嘅。而面呢，香港大腸食飯瓜嘅話，佢冇乜嘅味道，但係嘅瓜本身味道，加下利用下條鳳粥啊、牛年乾、柑橘啊條去調味過後，佢就變到有一些像是甜品用嘅，而且整嘅辣椒嘅飯用綿綿粉粉嘅都好食。你甜色慶度哦。沙丁下來，上愛之下口，每本愛吃到非常養眼。
攞杯泡泡嘅酥皮泡到擦擦，蛋糕也都會煎糖嘅松嘅籽，佢酸酸甜甜嘅味絲，除咗表現出下工嘅起甜，含卡本料做料理，食起來特別清爽，當合適盡做泰式之前嘅好開場哦。我望落去之前啊，當後來一道嘢身邊啊呢，那今日張地個原來一間路面店啊，背後傳奇人物其實係棒妹，真嘅。基隆市長開始做緊，就為了為了照顧不卡的泰式，對不對？基隆市怕動辛苦哦。嘿，洗面洗噶，伊辛苦做啦。你看那樣用打中哥轉來聽書，19年前嘅時間佢轉來幹哈？你會有想過，佢都攞杯做到好好啊，都特別識條路，佢轉來嘅時間，你會每轉來向下做。做先咩我想唔贊成，後來慢慢的就想路會記，現轉來咩好啦。做得來聽書。伊無閒嘢就向下啦。而且啊，泰國你聽啲19年來，你記當時候姐姐要離開台北，轉來要到畢業節間下，你有後悔過呀？你會記添嗎？當佢講做，真係有時嘅。佢隔3年都會咯，不過尤其到一幾年啊，就是講爸爸媽媽年紀越來越大啊，像爸爸身體就看唔完哦，就想講，安尼其實轉來。做對講一家人喺鄉下，真嘅。做對當你看得到，做對照顧得到，我吃到你就當幸福。從泰國你看爸妹媽媽啊無限，你會想講安樣強安排到了日啦，嘛該帶佢好啊去了無見樣，對後生無限多一下呢。每次帶佢出去了啦，不過吼，就出去了，佢就會印象講啊，點方嘅人客很來多。冇好食，其實我出到對人下當排食，阿伯了嘅話，其實應講好嘛，因為冇馬好了，人結咗。其實都幫每生活看到覺得最標準嘅客家婦人家嘅嗰種特質誒，我相信對爸爸媽媽生活，咩係成就唔也係一樣嘅，你嘛該發上感謝媽媽，感性時間到。其實我喺我想想，其實一間店吼，輕重要，靈魂，就是媽媽啦，我講佢喺正式見每樣聽書嘅話吼，可能慢慢會做到動橋樣，所以動感情，我做來迄19年，媽媽係安尼，當下就 into 地就掉。佢就放心唔3年無限啊，錯嘛？錯。第二間店唔但將係泰國做事嘅味素，還加係也愛打拼學泰技巧嘅木卡。肯定雖然無情嘅音拍嘅媽媽嘅條男模，泰國現在上小阿妹心心念念嘅夢想，呢份體恤看起來無乜解，不過啥係肯定世界上最感動人嘅情感。可能對動情嘅人來講，情愛嘅話直接講唔出嘴。唔過相互之間對頭到尾傳下嘅唔是無個嘅愛，沙定下來，聽講啲公館還有一個當友好嘅小妹哦，畢業過後就為了爸爸做木卡，鄉下來嚟拜訪佢。Hello， 燕燕，你好，你好。來時間才睇下家人，2年前因為知道也愛年紀漸漸嘅大嘅，木卡愛有人開起來。呢兩下後生人常在離開木卡做條路，一點多鐘畢業過後直接轉到家鄉，結合自家嘅專業和興趣，老爸爸嘅農業打造變做摩托養成嘅幸福空間。哇！大家女人有3度吼哦，經濟很強哦，而且你朋友記得數位作為記得小木屋很民俗嘅嘛。3年前佢做了以後哈，佢要搞本地，叫全部睇改變嘛。不但睇改變咯，還那啲還大吵架，太嚴格哦。用辦啊，叫做嘛改變。後生人的觀念嘛，做人老人家重要，將來做啊，繼續較好，繼續較好。誒，萬一喺做下死人要全部本地啊。
的周围给的小木屋很民俗的嘛。嘿啊嘿啊，哇，懂讲哎。这个是我爸爸盖的民宿。对，我现在就是大学毕业回来，想说回来孝顺他们，就顺便接手做家里的民宿了。真劲哦！对啊，我爸爸民国80年在台北赚钱，赚到身体衰退，就从台北决定回来苗栗，买下这座山，在这边休养身体。后来身体休养好了，我们才对外开放。他爱交朋友，我们就做民宿，欢迎大家来玩。哇，都好，你下来发看到暗江的景致，那真的也是心情会动开发。对啊，我们这座山很特别哦。我们整座山，我爸爸坚持不能撒半滴农药，不能用半滴的化学肥料。这整座山是无毒的，所以我们种了很多的无毒的蔬菜，都是野生的，可以让客人来体验，还有来品尝。嗰種係叫咩來到一道 B 嘅話，咪做得來感受一下一道 B 嘅胡土嘅成法。好啊，繁養，我請爸爸帶你過去看一看。好，冇問題。好，來感受一下。好。唐燕燕講，一道 B 嘅當神奇嘅寶貝，就算看起來唔大眼，撒當有用哦，改變呢燕燕爸爸嘅空間。所以係乜嘅寶貝，變做來泰國嘅勇士嘅救命餐哦。我哋唔切，想我聽聽泰國來潛到實地，來探看啊太子爺嘅奧秘。嗨，燕燕爸爸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都摘呀嘛叶呗？一個吃那個葉唄，一條全部你種的哦。也唔免種哦，一個70、80年前就種到葉下。真嘅？為啥就到一道味嘅？看種葉下嘅嗬，已經生個果子出來。當年呢12月份就會落葉，幾頭樹嘅全部都乾乾，它的生理時期就會落葉。啊，但是到3月份開始呢，就開始生嫩葉開花，所以也是結果嘅。對。啊，到9月底到10月份嗬。就規山咧，全部都吃的，全部都吃的。啊，加10月份就是摘的。這個摘一批，下來看下嘛。做得啦。哇哦，哎，可是一般人種呀嘅吃的吧，唔係說吃的，還有用吃的呀不？其實啦哈，那肉豬鮮哈，種吃的當多，但是都是全部低。吃的葉其實係當好東西。真嘅呢。經過醫學的個驗證，講吃的葉的維生素 C 啊，非常的豐富。尤其吃的屬於這種特殊的東西，其實係過 MD。乜解？個軟軟的粉吃的有嘛？係。裡邊有個黏黏夾夾。係。透明的液體有沒有？給跌到3唔睇的喲。染布用的。對，那個東西的話，它的學名叫做枇杷葉皂素。記住咧，食過那個清道夫。真的。所以那個吃的葉吧哈，當火一點都講用的嘛，都是那個泡茶的事了以後哈，也清血的。真嘅。即係講點解我清血我雜質呀？家燕燕有講到也覺得人家救命茶。係啊，後生時期哈。專門生肉嘅，專門生肉，又為了賺錢啊，後生家咪打拼咪，所以就是時常熬夜，一年上幾廿遍。我有三高，有肉又是多，又熬夜，所以就三高就出來。一轉嚟講下吼，88公斤，規身全部都發體嘅，所以我就經過工人的指點，就特別從台北來，就買一隻果子園，就買好了。買好了呢，我做對一件事情。我就堅持某些藥嘅冇用化學皮料。20年來都係。做人民國80年都有下，我本下嘅連殺燒到我時光特別來熬嘅。我人家果子園某些藥嘅，因為有水果賣，佢講係要賺到嘅錢，我退休嘅300個嘅錢，我沒有靠藥嘅水果，我有地方搶啲。所以人生動態轉變咯。係啊。要不然按辛苦，讓他做一個農夫。係啊，快樂的農夫。真嘅。係啊。經過嘅片段，本泰國了解到空間比財富更加重要。無土環境嘅陽面，本貴州山變做嘅太保庫，萬那嘢都係保障。除了吃葉茶，聽講地下要做葉菜嘅好東西，係一種生物獨好嘅食物，唔但將有豐富嘅維他命 C， 更加讓你聽眾認識佢哦。到底係乜嘅呢？隨出啲咧。民主啊，仲講伊咧好東西。兩係乜嘅？一個係酸的樹嘅樹葉。啊，產寶寶都給食的哦。係。啊。伊咧老漢伊同我講啊，講啊，一個啊嗬，
一個酸的樹葉吧，對人體真好。酸的樹有當多種哦，個葉片係葉生嘅，而係唔會佢唔會生嘅籽嘅，就專門就是葉嘅。這個蠶寶寶吧，佢滾熱的是葉生葉，滾熱是冇甜，就所以講吃東西以後吧，活力百倍。但是重點一點，絕對做唔到瀉藥嘅。就一笪鐵，以前老人家有講過嘅，一笪鐵啊，你係要工作過嘅，有寫過藥嘅，嗰笪鐵你不用10年，啊土地就會強啲。拄好也到尾就有啊，拄好就有，我都冇寫藥嘅。有福報啦。所以我就做藥。一到尾就本燕燕了。一到就本燕燕，3年前就做了以後佢要搞本地。叫全部太改變冇？不但太改變了，還我哋兩個還大吵架，太嚴格哦。用辦啊，佢做乜改變？後生人的觀念嘛，對老人家唔重要。譬如講，以前個小木屋嚟講，以前呢，我細個小木屋會編個木，佢很單調，以前就是這樣子嘛。佢做了以後呢，他第一個改革就是說服我，就說服講，一個木太單調，我就整個就不用做。其實年輕人的觀念是很好，真嘅，還好。我已經20多年冇看天陽嘅嘛。真嘅哦。但是其中接觸以後啊，一年啦，就100到200，天陽票買好嘅，船堂挺好嘅，哇！就在我們兩夫妻去吃飯去看天陽，就說你們辛苦了一輩子了哈，亞洲的出去那邊我現在迷上看天陽嘅呢，所以講我現在是很滿足，當蠻久，真嘅，也是1、3年，但是可惜就講樣嘅嘛，1、3年做太辛苦，唔怕啦，1、3年做太辛苦。我參加，那我一般，還一般還有男朋友啊，也有男朋友將下來做啊，繼續較好，萬一喺做啊，些人也是全部本地啊，有糖豆後攝影師。松嘅葉地古樹地度有人做神仙葉，佢嘅味絲苦度又甘，係世界上最早嘅藥樹《神農本草經》就有寫過松嘅葉嘅自信，因為有豐富嘅氨基酸、纖維素、維生素、礦物質、老黃酮列到多種生理活性物質，接上咩本人加入到料理地度哦。燕燕，家下聽聽爸爸吼，去找一個桑葉，伊講啊，不卡一定要種一條一個桑樹，一下就做得變出當道用菜啊。係啊。所以今天你要講來做乜菜咧？今天要教你做蠶寶寶吃的桑葉煎蛋。來，上過蠶寶寶，我們就打槍聲聽聽。好，家也好牛來做咧。好來。我們把剛剛的桑葉已經先洗乾淨了，那現在要麻煩明珠，我們把它這樣子先切斷，切絲嗎？切絲以後再把它再橫切，就把它切越碎。對。可是我有一個疑問，就是呀，個松嘅葉應該冇媽咪頭吧？沒有調味啊。哇，明珠你真內行，等一下要教我們的獨門秘密武器，不可以告訴你是什麼。快，好香哦！批頭葉嘅蜜頭啊，有一些就沒有粒粒，還有一些嘅肉圓的時候，也是聞到這種香氣耶。不一樣，可以公開嗎？因為我要看到我當中啲嘢，不可以公開是不是？但不可以公開，它很簡單，但是油溫比例都很重要。真的，公開了也不一定做得會，好不好？有比例在的。好，明珠切的差不多了，我們把它弄起來，裝在碗裡吧。準備要打蛋。好嘞，給你1顆蛋。一粒出來。我們1人1顆，把它打進去。過了幾大圓了。嘿，對。好嘞，現在要加我們的秘密武器。好，我們來調味，加一點鹽巴，攞一些鹽巴誒。哎呀，最攞係咩？嘿，煎卵呢？我用嚟這樣煎都好食嘞。一般來講的話，都會把油加比較多，變成這種紅蛋蛋的。對，但是我們是改良的客家，現在人注重健康，不要吃那麼多油。對，好，來，明珠請下。你怎麼知道我最怕下？不會，這不會爆，輕輕的就好，往中間倒。我來，你可以嗎？我可以。中間，我可以。哎，不錯。好。燕燕，像你按後生啊，幾用時睇好邊有時間，有冇想講就當到不會走條路就好誒，做下會進來的。因為我大學畢業以後，想說先回來陪伴我的爸媽，他們比較老了，跟我的同學同年齡的父母比起來，對啊，那我現在有固定1個月
帮他们办一次出去度假旅游，去至少这么好，对啊，去至少2天1夜，让他们去看看外面不一样的环境，一方面可以孝顺他们，这样很真好。的，天下嘅爸爸妈妈听到你燕燕阿娘讲，全部会感动到流目汁的。老卵都入到屋度，等卵慢慢的熟，沙丁要做好时间，捞佢变面，等待下继续煎香，一直到外摆变到擦擦。燕燕讲，从阿娘看起来简单，要做到嘟嘟好，还要动态功夫哦。油温、老火色都係技巧，當到技巧都係啲爸爸媽媽嘅導演調好來嘅喲。好，沙丁好了，燕燕，听你吃料理，你要来讲来做嘛个嘞？今天要教你们做桑叶法式香槟粥。哈，啥嘞呀？法国式嘞，香槟，你个皮糖色彩同站的，家下用嘅法式香槟机，同下去闻出来嘅糖，也汤头非常嘅甜。家下用煎烤来嘅法式香槟机，肉质非常嘅幼嫩，更加要睇睇骨头嘅。最好嘅就會按樣，用時間去聞出來按樣嘅皮糖。走後一起。哈，啥嘞呀？法國式嘞，香槟雞啊，这个鸡肉它比一般的鸡肉还要嫩，甚至比樱桃鸭的口感还要更鲜嫩，所以被外面的人称叫做法式香槟鸡。哦，我现在先请我们明珠帮我们把杏鲍菇给它切丁。哦，切做一块一块的，嘿嘿嘿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所以你的皮糖还用吗？该？我们呢，现在这是一整只的法式香槟鸡，已经先去骨，把它的骨头去下来，先去炖汤了。是，对，等一下是用它的鸡汤来炖我们的粥，再加上我们的香菇、杏鲍菇、桑叶跟我们的鸡肉丁下去做一个调味。哇，那这样一定会懂沾的。对，加一点桑叶，绿绿的，而且桑叶的维生素 C 也很丰富。是，对，我们尽量吃食物的原味，不要加太多的调味料。你没从小的刚刚你就看着爸爸妈妈料理啊，甜甜给啊妞。对啊，有的时候他们太忙了，也没有办法了，我只好自己煮来吃，所以也要懂得自己会煮啊，对不对？真给吗？好，我们切的差不多以后，那就开始先把我们去骨的法式香槟鸡取下来的肉用剪的，因为这个肉很嫩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把它剪成小小的鸡肉丁，这样子等一下它的肉汁可以炖在汤里面，味道会很好，又吃得到它的肉。好，沙丁下来嘞。哦，我们现在都切好了以后，我们要先来煸香菇，把这个杏鲍菇跟香菇的香味把它逼出来。嘿，你客家人做料理的都会煸香一铺，切腿是铁铺，不说比煸出有香味就 OK， 对不对？对，稍微煸一下。那我们现在煸的差不多，高汤就要开始下来了哦，要准备炖粥了。哦，下好了你要干嘛干嘞？加米开始炖了。从你给董事长转来干哈，其实老爸爸有quite多那种激烈的讨论哦。嘿呀，我们就是互相的沟通跟交流。对，那我真正会决定要回家，是因为我毕业前我就开始想要打造我们家的民宿，就把它换颜色。结果在漆第一栋粉红色的时候，我爸爸就从屋顶上不小心就摔下来了，在医院躺了2个月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哇，这个家可能需要我。那爸爸也觉得我做的还不错，我的想法其实是可以的。对，他现在就全力支持我，随便我发挥。啲番度加入嘅香菇嘅韻味，將你嘅皮糖嘅香醇過後，沙丁放入香檳葉撈桑嘅葉，兩種當神奇嘅結合嘅桑嘅葉嘅營養，撈堅肉嘅起點，本規碗嘅梅好適當到哦。水杯面等梅略略嘅灼炒過後，拿出大條用炒法嘅好味絲，就做得豆鬆足了。哇，今日當無簡單哦，甜甜豔豔的變出呀一種種嘅澎湃。好，今日下你先來看下來是家下甜甜豔豔來煮倆嘅家用嘅上嘅入來煎卵，看下面是都係很用白人哦。
哦，也真正是秘密武器，里面的卤味落去，也个咸淡就做出来的。本身酸的也要放呢，其应该是无乜嘅味道的，就会加一加，已经有比较高的秘密武器。菇手啊，其实那个加上去之后，它是很重要画龙点睛诶。我本人也吃懂茶饭。最重要一点就讲，唔能冇泻药嘅，冇用过农药嘅，唔乜嘅东西你做的是。客家人吃饭里面好像一定会有一个简论诶，就这种开茶饭，不管是吹布论也好，切莲茶论也好，也都会一种新的选择，也个酸的也来简论。好，沙丁下来呢，我来试下个梅，我先来摇一些来大家食本睇下来，感受一下味道。望食到就皮到同香的，因为迄家下嘅香菇有些落去比较香。好，还有吃吃看啊。你个皮头色彩同站的，家下用嘅法式香槟机，用下去闻出来嘅汤，也汤头非常的甜。我一下食到嘅老丁嘅，也係已經煎開來嘅法式香槟機，肉質非常嘅幼嫩，含加有大隻骨頭嘅，老丁嘅保衛久先聞出來皮湯，落去梅啲都係用煮落去，湯頭非常的甜。其實呢好食唔好食的梅，有的時候就是看家嘅皮湯。有的人可以用現整嘅那種雞湯塊。最後嘅就會按樣用時間去聞出來按樣嘅皮湯，好棒哦！燕燕按到爸爸面前煮出來時間，會不會很有壓力？等一下回家，他就會跟我講，今天哪裡有問題要改進。好，沙丁下來，你也可以來按前呢樣嘅茶呀，就會早晨就係吃嘅呀不？係啊，吃的鴨茶。哦，這個吃的鴨茶救了我爸爸一命哦。那第一擺第二年來吃嘅飲茶係按樣嘅味道哦，有的呢係有配過嘅茶葉，會有嗰種烘焙味，可是這個沒有。提出就懂情啊呢，中藥嘅啊吼，對你來講係救命茶，可是燕燕還有上癮對按樣嘅茶，你知道對行銷嘅世界，年輕人會中意嗎？這個四葉茶，這個不是我們亂講，這是科學數據出來，它的維他命 C 是檸檬的20倍，草莓的50倍。CMON 很喜歡喝檸檬水，有沒有？喝一杯四葉茶等於喝了20倍的檸檬水在肚子。然後燕燕都係手機啊，就像係爸爸的一個縮影一樣。來泰國沙丁調出家嘅素露菜，像係兩盤依山烤麩，搭皮木米芎下炒，食起來口感鬆軟，味絲都有層次。另外兩出八寶辣醬係切推中的甜餅貼嘅。豆腐塊落在當成啊，辣度帶有一些咧濃濃嘅醇香，唔但將非常差分，行家本人遠唔係上愛食，行家越食越高熱哦。一開始燕燕我轉來，到兩下來，真係看到佢按度嘅改變，也心都可應該知道改安味吼。你變咗味香啊！每一個人都去那邊上班，也係講專門卡經營一個民宿。其實我一個民宿啊，以前我沒有當認真的去經營。就燕燕做咗以後呢，講佢可以經營一個，因為佢從細啲人就邊睇嘅，所以一個觀念也以後。要同好呢度啦。唔係啊，別人講佢最好嘅觀念係叫講到，叫做來兩件事情啊，唔係為了見，係為了而騙人的。我有兩個妹，我個太妹呢，從細啊，就當優秀。以前我親會講一句話，看到我太妹，我說你講，你是我的驕傲。現在我還再加上第二個，這個也是我的驕傲。所以我的兩個女兒呢，都是我的驕傲。我每天呢，早上起來很感恩，很感恩啊，因為這個鴨東西啊，人生引神就會按藥，還有什麼不滿足的？我非常佩服我的爸媽，因為他們願意接受我新的嘗試，所以他們比我更優秀，因為他們要能接受新的思維去改變，這個其實對60歲以上的老人家來說不太能接受。可是我就更佩服他們。如果大家說我優秀，那我覺得他們更優秀，因為他們跟着我一起改變，然後他們注入了年輕人的思維跟靈魂，對，那讓這邊有新的生命。
对，那未来我也是希望还是可以秉持着我爸爸的坚持，不撒农药，不用化学肥，不要破坏这边山上的每一分生态，但是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来这边可以深度的体验跟旅游，达到他们最大身心灵放松的效果。爷爷讲你驾车要6年了呀，你自家嘅看到爸爸妈妈的改变也好，非常还讲你自家有嘛嘅书本呢？对，很多人都问我说，这么年轻，不会有人想要回家呀，想要先去外面玩一玩、闯一闯。毕竟住在一起，一定都会有多少一点摩擦跟磨合。那我大学老师也讲，就是他都没有这样带他爸爸妈妈出去玩，我是常常有的时候可能1个礼拜就带他们出去玩一次，对，然后就帮他们拍照，他们都很开心，这样比耶做一些记录。那我做民宿、做 DIY、做餐厅，可以吸引到喜欢这边的人来，那他也可以跟他们交朋友、聊聊天，这是我爸爸得到内心的很大的满足跟快乐，因为他有人有对象可以分享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我人生最满足、最快乐的时候。Thank you。树一清，以风不止；子一勇，以情不胎。为了批判野外，炎炎季节把握当下，及时真相。对佢来讲，真实嘅成就感唔係自家有嘅，係做得為無他人付出，行甲老野外窮下做伴。留下嘅佢延續嘅爸爸堅守善良嘅理念，帶俾無他人快樂同心安。也就得講係人生度心態嘅滿足，咪係最美好嘅幸福。牛年老人生嘅改變，行甲生活老環境嘅向往，本身唔單止係吃飽聽聽，行甲係一種分享老傳承。涂太高因為唔盼得野外嘅辛苦，轉到家鄉來傳承家常嘅美食。做出一出又一出嘅傳統好料，演員留對爸爸嘅愛老感謝，運用也嘅口試，本菜地食材新嘅生命力，做出安慰人身心靈嘅好料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。江浙調重現，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日下小曼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歇18年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